好，我是红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科幻的话题啊，没错，就是人工智能。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来听一首歌曲。最后的拥抱那么近，下一秒还是要分离。我轻轻擦去你的泪滴，送你飞向他的怀里。错的世界遇见对的你，注定是遗憾的结局。下辈子让我早点遇见你，再也不要伤心哭泣。我说下辈子如果你愿意，请让我第一个遇见你，弥补这辈子所有的遗憾，让我爱得痛快，爱得淋漓。我说下辈子如果你愿意，请让我第一个遇见你，不让别人分享你的美丽，我们要幸福的在一起。当你听完这首歌曲有什么感觉呢？你可能不知道，这就是我花了7期35天获得的歌手麦霸呀，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科幻？那么今天呢，我将会带大家进入一个更科幻的世界。那么接下来我将会和人工智能探讨在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Let's go。首先呢，我问了人工智能第一个问题，我说在 AI 和区块链技术不断发展和成熟之后呢，将会有哪些职业会消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是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的。随着 AI 和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以下是可能会消失的职业：收银员。随着自动化支付系统的广泛应用，收银员职位可能会消失。行政助理。人工智能可以处理很多行政工作，从而减少了对行政助理的需求。数据输入员。自动化数据录入系统的使用将取代许多手动数据输入职位。货运司机。自动驾驶车辆的出现可能会减少对货运司机的需求。图书管理员。电子书的普及和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可能会减少对图书管理员的需求。酒店前台接待员。自助登记和智能客房系统的使用将减少对酒店前台接待员的需求。电话销售员。人工智能的自动拨号系统将可能减少对电话销售员的需求。报告撰写员。自动化报告撰写软件将取代一些报告撰写员的职位。保险核保员。自动化核保系统将减少对保险核保员的需求。零售店售货员。自助结账和智能购物系统将减少对零售店售货员的需求。好了，以上就是人工智能对我本次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啊，一共有10个即将消失的职业，当然呢远远不止这么多啊。好的，接下来我问了他第二个问题，那么又会诞生哪些新的职业供人们去选择呢？随着 AI 和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以下是可能会新增的职业：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需要专业人才来处理和应用数据。AI 工程师。开发和维护人工智能系统需要专业技能和知识。区块链工程师。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需要专业人才来设计和实现。机器学习工程师。机器学习的应用需要专业人才来设计和实现。虚拟现实设计师。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需要专业人才来设计和开发。人机交互设计师。设计和开发人机交互界面需要专业技能和知识。数字治理专家。数字化转型需要专业人才来实施和管理。数字安全专家。数字化转型需要专业人才来确保数据和系统安全。人工智能伦理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来处理伦理和道德问题。区块链律师。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需要专业律师来处理法律问题。好了，我们有看到了在消失的10个职业呢之后呢，他又给了我们10个新的职业。那么接下来我又问了他第三个问题，就是在 AI 和区块链技术不断发展和成熟之后的加密货币交易员会消失吗？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回复我们的。
随着 AI 和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加密货币交易员的需求可能会减少。自动化交易系统和智能合约等新技术可以自动执行交易，减少了人工干预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操纵市场的风险。然而，加密货币市场仍然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市场，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因此需要对市场变化进行密切监控和分析，这也可能需要加密货币交易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虽然加密货币交易员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他们仍然可能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需要。所以说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科技带来的那种科幻感的正离我们越来越近啊？未来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时代呀。不管是交易员呢，还是你其他的这个程序员，可能都有可能面临着一个智能化的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一个改变。那并且呢，科技呢也将会给我们带来生活也会给我们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一个变化啊。对于以上的话题呢，你是怎么看待的？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啊。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啊，还没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